第三段嘅句型我同大家分享嘅疑問詞係幾老娘。比方講，阮時間家下都係講結久，結久。來睇下男士應用版型講，一久，一久，意思係多久？一個資料要花結久嘅時間。來睇下男士應用。一個資料要花一久嘅時間，一個資料要花一久嘅時間。這個資料要花多久的時間？問數量家下呢，就再講幾多？幾多？多少？也會有幾多金融服務嘅資料？這裡有多少金融服務的資料？問原因，問方式就做得講樣板，樣板，來睇下男士演講。樣個，樣個，怎麼？如何嘅意思啦？人工智慧做得樣板應用的成法地度，來睇下男士演講。人工智慧做得樣個應用體成法地度，人工智慧做得樣個應用體成法地度。人工智慧可以如何應用在生活中？好，沙得就聽下來複習下今日學到嘅所有詞彙牢記嘅了。